首先香蕉，还要看到鸟巢。哦，上一次你看到鸟飞走了，没有注意看那是什么鸟。这一次还看到有那个有鸟蛋呐。不好意思啊，破坏人家的鸟巢，不然这香蕉要怎么办呢？香蕉要采收啊，不然会烂掉。如果台风了，然后又吹到那个水沟里面，就不敢吃啊。你敢吃？有的不敢吃，不敢吃也不要丢掉，放在大水桶里面，然后久了它可以做成液态肥料。像那个香蕉茎你看还用那个圆锹把它挖一挖，然后又可以拉下来在田里这样慢慢的采收。然后那个茎呢，不要浪费掉，用那个什么。用圆锹啊，用圆锹挖一挖，放在水桶里面，大水桶里面也可以做液态肥料，做液态肥。这个割香蕉有专门的刀呢，刚刚放在哪里啊？有弧度的啦，远远的，靠近那个香蕉的地方把它挖下来。